来到宝山，一定要来欣赏一下宝山水库的湖光水色。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离宝山水库最接近它的一个地方了。但是呢，在我眼前这地方有一间很特别的餐厅哦，而且听说这间餐厅呢，它不但能够品尝美食，还是一间艺术村呢。在绝美的宝山水库旁，望着这辽阔的湖景，我也很向往这样的生活耶。在一个宁静的地方，有山有水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时间就会变得很慢很慢。而在我身后这一间餐厅，拥有这样辽阔景致，里面又会有什么宝呢 ？Hello， 你好。我刚才走进来看到外面呢，你遐件係一件老母係冇？係啊，你係一件老母啊，係千户族留下來的。這件老母還有人為證明哦，因為千户族叫兩屆來的，兩屆來攏靠到台灣台福，所以這件老母還有人為證明叫做重煙母。重煙母哦，真的！而且我剛才進來的時候發現，這些壁上還有一些作畫，這就是為什麼這裡也叫做藝術村咯。是啊，因為我們每年都會請不同的藝術家來作畫。那這一次請到的是來自日本的藝術家，叫南里宏子。他牆上畫作的主題是南瓜。南瓜。對。哦。難怪這裡又被稱為藝術村。新竹有另一個眾所皆知的名產，就是工程師，而這裡則有工程師的後花園之稱呢。看看這邊高朋滿座的，就知道傳言不假嘍。兩個好風景看到是慢揪，但是呢，讓我的心肝慢揪了。待會呢，還要讓我的肚食美樂慢揪一下。小姐你好，歡迎上菜。店長你好，哇，好豐盛呢。這是我們的職人自己做的披薩，然後結合這邊在地盛產的南瓜，然後這個大地它的自然的一個生態的一個演化，所以我們有很多廢材，我們就拿來做成窯烤的披薩跟麵包。哇，好棒哦！你今天一定要嘗嘗看。哇，好豐盛哦。真的吃到在地的南瓜耶。坐在這邊呢，品嘗美食，真的可以讓我的心肝還有肚食都得到慢揪哦。兩個好風景看到是慢揪，在寶山喝着下午茶，凝望山水之餘，還能夠被藝術洗禮，這不就是最美好的午後嗎？